民国55年，台湾开放台中测量进口过后，豆类嘅耕种面积24年变少。民国86年停止台豆报价输购，产量又加高收的。廿多年来，各地二囤豆类众多转来。对民国100年，存到55公顷；104年，台豆嘅耕种面积变做1652公顷安法。消费者也开始接受国产嘅豆类业。 不过，农民更加多到韩国台天时嘅考验，像今年云嘉南台头山体淹水，南部也有风头嘅14头现正抢种，耐旱特色嘅情形下不结，农民食材规模减少到。台湾福建豆类多到按到乜嘅考验，韩国係用嚟研究嘅技术来看。 4月1初，台南的天時係熱發發嘅，有一群後生兒就地木頭研度空幫助嘅。現在除草是，其實第一個草長過它的時候，它陽光不夠，所以還有第二，它草蓋過它的時候，病菌啊、蟲害啊會比較多，它沒辦法受光合作用，它就容易生病，甚至可能會死掉，沒辦法收成。 也特別係台南嘉南地有機農場，學業造成都係高飛嘅生意呢。家豆通俗唔係酒店傳統嘅方式，係為同期亞豆訓練做耕種業。高期亞豆用有機嘅方式嚟耕種，主要係出產米同青菜、韓國豆類亞豆。第一點是怎麼講？大家其實現在台灣的有機已經還蠻普遍的，然後可是，在豆類這方面其實是很少人去嘗試，因為豆子本來蛋白質就很高，蟲就很喜歡吃，所以在豆類這方面它是比較如果你不噴灑一些農藥，它其實是病蟲還是蠻多的。基本上豆科是本身是一種非常好的一種綠肥，那我們是原先是最主要是先是種稻米。 那稻米的話，因為你整年種的話，你土地還是需要去做復育的工作，每年都要去做。那我們就選擇上春作，因為它產量比較大，我們可以用作水稻。那冬天水比較少的時候，那我們就可以選擇用種一些乾旱作。農場用木質水降低微生物群子，涉到豆類嘅好，目標有偏重開。 農場生產嘅黃豆味、胡豆味、綠豆味同茶豆，調土過後送入到配送土方，配好過後涵蓋這個食土，將包裝起嚟。紙巾片未有無缺用嘅用途，全部打送辦事。那個就是我們之前在要包裝販售之前，我們會有一個挑選的過程。那因為挑的會有一些次級品，所以那些次級品呢，其實還是可以吃，還可以用的。所以呢，我們不想要浪費掉這些東西，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那個豆酥。一粒一粒嘅國產豆味都抵好食，現正台灣豆類有93客家都可進口嘅。民國50年種台豆嘅面積大概有6萬公頃。 民國55年開放台中測量進口過後，就減種減少。到民國85年，將存到5000多公頃停停。那就是因為這一個我們後來就開放這個貿易哈，開放這個豆類的進口。那豆類的這個進口的價格呢，比我們的生產成本還要高。那我們政府沒有特意去這個 保護我們的自己的這個農產業，那就讓這個市場的這個價格呢，來這個決定我們要不要種這些農作物。那當然，這個農民大概就種不下去了。之後，因為受到國際穀物的這個進口也好，或者是國際間的種植也好，導致這樣的一個產業漸漸會有面積減少。然後，因為需求的部分，他也希望說找到比較便宜、比較所謂的低成本的一個 加工的原物料，那漸漸的國產的豆類就被進口的這些雜糧豆類給取代掉。一直到民國100年，近來見到嘅農民又在過類種豆味，種嘅面積又對長春嘅55公頃，近來見到民國104年，總有1652公頃。那最近
我们从10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努力把一些活化的休耕农地，之前有20几万公顷，我们希望这些活化的这个休耕的农地，我们希望把它活化起来，希望它不要休耕，来种植一些我们自己可以生产、可以进口、可以替代进口的这些豆类。不过，讲话风气唔系像上届按顺序，按同年代天时变化安泰，农民杂种唔多。中会今年木兰地每季风采类，云嘉南地区有动到种太挑嘅蔬菜都入水，以下嘅所有嘅辛苦都落番薯头。那没想到这一块的话，就是它连续下了差不多5、6天的雨，然后整片我们来的时候几乎整片就是汪洋一片，然后等到水退了之后，就发现它那个洗啊，原先我们都有洗沟的，它的洗都几乎已经平掉了。照理来说，还可以照着甲子说，什么时候大雨，什么时候小暑。那这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只能极端气候情况之下，根本什么都不准了。結果挑完了做喺條咗，結果也跟農業唔掂咩？即係如果快點講嘅東西，見到有嘅咧，聽講到有嘅咧，一種就一種嘅平啦，對環境個濕，個會就按原因比較容易發生啦，你啦。唔但將雲嘉南種太挑嘅地區，順海到東上東南部種鳳挑嘅農民未發現，風采過後鳳挑苗起死，見沒踢無就係生權時。尤其講一個喺踢實嘅田啊，也踢早嘅田，踢會生起來呀，唔咩本插馬箭團出本。就會起死，安尼台灣話講個起死，也就利菇病啊，或者根腐病，安尼也種兩個危機啊。我本身我管理嘅同我嘅內地從我管理嘅差唔多將近3公頃啦。3公頃到嚟就量曬，安尼嚟講3公頃到嚟差唔多將近1公頃影響，會一種有一種平嘅情形咧講嚴重嘅差唔多1公頃啦。唔但將鳳挑會出現安尼嘅情形，毛挑未陸續出現起死嘅狀況，影響到民農好挑貴，盼發通家下為毛挑會好本人骨。根腐病呢，就是原因就這樣子，所以如果說土壤濕度啊，越濕有沒有，它傳染都會越快，這樣子。對，今年是算大發生，算幾率蠻高的。安尼颱風影響就講本來安尼預計講安尼就12月就開放給你，就是可以來拔毛豆，那個毛豆了嘛。冇發現颱風影響到，大概你就延後。今年過了到12月代，12月代，老是今年的明年的天氣變化真是過極端啦，安尼冇辦法去控管，影響過大啊。人工係毛挑先生嘅高雄農改場暨南分廠長朱國龍認為，農民提出改變，種同管理嘅方式，健康唔會生權。有些農民在種下去之後，那我們一直在強調說，你最好是還沒有種之前，你就是要選擇最好的，你的土壤的一個它的含水量的濕度是最好的時候，那你下去種。那下去種之後，就不要馬上灌水，等讓它整個發芽。那大概有2、3月之後，那真的土壤非常的乾了，那你再去灌水，那這樣就可以防止一些那個包括根腐病、利菇病，那它的離病率的那個發生。每認真亞拜促平按松東，專家就小片內種年強怕會唔拉。雲嘉南一直是我們整個毛豆種子的一個生產的一個大本營，那也因為這一次大概在那邊有400公頃的毛豆種子全面，不管怎麼樣，大概也都損失了7、8成。那這7、8成的面積也變成要移到高屏地區這邊來生產生產種子。那當然我們都是期望今年的秋作能夠豐收，否則的話明年整個毛豆的種子會出問題。
那特别是这一个将来气候变迁以后，那这个可能干旱的程度会越来越大。那么同时呢，这个夏季、秋季呢，潮湿多雨的这个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了哈。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有新的这个品种来提供种植啊，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种子的来源也相当的需要去讲求，这个种子怎么去储备啊？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高雄农改场按同年类针对品种做改良，东山芒豆嘅培育品种，当年都会第一次验田针对无菌药嘅品种，还会指定用有机嘅方式来种，来看价嘅公平性、产量同营养成分。从开始，你有这样的一个要做耐寒性的品种或者耐热性的一个品种，那从无到一个品种成功，至少都要8年到10年。但是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现在原来在做一般的育种的这些的一个种源库的品系里面，我们把它拿出来筛，那找出一个比现在的品种它比较耐热性或者是耐寒性，那这样就可以比较能够紧急能够先供应给那个农民去使用。我们自己农委会农业试验所有一个种源库，那这些里面都保存了这个各式各样台湾的一些各式各样作物的一个种源。那这些种源库的一个保存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个基础。那这些育种基础会持续保存，不会让它消失，也会持续去做更新，然后确保这些好的基因都留在这个种源库，让我们的育种者去从里面去挑选他要的这些性状或者是它的基因型，来做一个育种的一个参考。除体培育新的品种，生产同安养的来卖，政府没停错的措施，也就是小型的农业机械播种啦、这个种植啦、采收啦，甚至于这个调理啦那这一些机械呢，这个现在可能都已经不见了哈，所以我们这一些这个帮忙的这个农民的机械呢，要想办法再重新看看有没有办法来这个恢复过来。那第4个呢，那就是说这个销售的管道，那以前有这个产销的管道都很顺畅嘛，那现在这几十年没有种呢，那这个管道就中断了，所以这个产销的管道还要重新把它建构起来。联合国指定2016年係國際鳥類年，就表示鳥類到農耕嘅環境當中要加重要地位。不過，因為長久以來無去注意到也嘅問題，韓國產量又減少，故所也下嘅復育就唔係打亂就減亡，講就講嘅都有。學生因為聽從會用林地來種嘅方式，發展出多樣嘅作物。韓國會加強技術，提供充足嘅經費。確立愛培育耐種耐旱嘅鳥類，將做地位建立完整嘅機制，安尼鳥類也將會真正到台灣復興起來。